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2月7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关键时刻，化解都更内在的隐忧。尼希米记11章19到36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腓立比书4章12节。弟兄姐妹，今天晚上8点记得参加圣诞欢乐颂的活动，教会有预备了开箱礼物等着你哦。当然，上帝也预备最好的礼物等着你接受，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我们进入到待降节的第2周，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透过都市更新的计划，尼希米借着抽签安排入住耶路撒冷的新住民。这一群新住民大多数由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组成的。犹大支派法勒斯的后代有大概468名勇士住在耶路撒冷，另外便雅悯支派的人一共有928位住在耶路撒冷，另外大多数的是祭司的家族，共有822人在圣殿任职。然后我们看面对大小支派的差异，有不同的这一些的支派，这些人要在新的环境一起相处，他们怎么样能够合作呢？彼此来调试，来建立耶路撒冷城市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尼希米要如何才能够化解都更后的内在隐忧？就是如何相处，如何一起来同工，将是他接下来重要的任务。这些专业人员他们成为耶路撒冷的新住民，很容易造成耶路撒冷首府的管理者之威胁。你知道这些祭司是宗教领袖，已经在百姓身上有发挥强大的影响力。他们不是特别效忠于新的省长，在没有重要的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倾向于给他或他所指派的官长一些应酬话。我们知道有一些大祭司的家族对经济及他们自己的物质富足的兴趣远大于灵性上的事哦。那这就很容易造成政策上的决定违反了省长早已设置好的一些生活的原则。如果你去看尼希米记的7章还有13章，你就会了解，为了抵制这一些的设置的原则而进行游说，进而营造大众人心惶惶，就会造成对尼希米管理的不满意。尼希米面对这一些内在的隐忧，他要如何化解呢？我们刚才有提到，祭司在宗教及灵性事务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进而对百姓有很深的影响力。若祭司能够一心来敬畏上帝，并遵守上帝的律法、典章与吩咐，那么他们和敬畏上帝、为上帝的荣耀而大发热心的尼希米及他所指派的行政长官就可以合作无间的话，那对圣殿的祭祀或者是敬拜以及耶路撒冷的都市更新
内在的更新，绝对是莫大的祝福。尼希米虽然实为省长，但是他谨守分际，他尊重祭司及利未人，不干涉他们的侍奉，不会政治凌驾宗教。他的管理权也不是建立在祭司上面，同样的，祭司也应该敬重，但不可以为了讨好政治人物而扭曲或轻忽上帝的律例与典章。也就是说，政治与宗教是分离的。尼希米在宗教责任及世俗的关怀之间做了区分。其实我们看他很有智慧，来利用这个自然的分界点，在分配这些责任，还有划分这城市的管理责任。用别的方法来做，可能只会拦阻团结的工作。但当尼希米这样做的时候，他和他的部属就不需要担心新住民的威胁。其实尼希米之所以能够这么做，而化解都更之后的内在隐忧，其实是由于他在上帝里面的安全感，因为他很清楚知道是上帝呼召他来承担这个事工，所以他对上帝有信心。那作为一个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做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可以有胜过不安全感的更美之道。首先就是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位分，你的身份。我们作为领袖的，将自我价值依靠于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你要清楚知道，不是人拣选你，是上帝拣选你。若不然，他就会急于自我表现，或者是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和反应。我们若能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是属于主耶稣，也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更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如果你很清楚自己的身份，那当我们看到自己有这么尊贵的身份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价值非凡。那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完全依赖他人的认同和接纳。他认可你，你才知道说，你才认自己说，我有这样的价值，不会，更不会失去安全感。其次呢，明确上帝给自己的托付。那上帝对他的每一位儿女都是有特别的目的。我们需要去发掘和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意义还有命定，而不是盲目的跟从别人的脚步，也不用随意否定其他人的贡献。当我们清楚了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才能够建立起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有上帝的手在帮助我们。我们来默想，历史见证了上帝在每一个时代兴起各式各样的人，来全心全力的爱上帝，乐意来侍奉他。我们看到这些名单，我们可以见证到。那么你是否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呢？愿意忠心来服侍神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在各个世代拣选人来服侍你，能够在你的家来服侍的，必定会被你纪念。如同我们看到尼希米还有这一些记载在名单上的名字，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和您的带领。
直到今日仍然被传颂着。感谢主，今天我们有福分被你来拣选，来服侍。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来服侍主，来服侍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且良善的仆人，让我们的名字都能够被你纪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